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9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认知。台中潭子行早起呢，有国小学生伫咧过车路的时阵，煞互修路车撞一个飞出去，加在是车伤无生命危险。台南检调侦办光电弊案，行早起团台南市长黄伟哲以证人的身份来出庭。公司台记台头一部时代剧《盐水大饭店》是改编前农委会副主委戴振尧的故事，看民主改革过程。台中潭子行早起7点外，有一个国小的查某学生行伫咧过路线顶头，煞互一台修路车撞一个飞出去，规身躯是擦伤，加在是无生命危险。警方表示，讲这驾驶无让过路人上当会当罚到3万6，而且吊扣驾照1年。将红色衫的囡仔当准备要行斑马线过车路，但是一台修理车驶甲真紧过来，看到查某囡仔已经袂赴，甲查某囡仔规个弄甲飞出去。边仔道护志工妈妈较紧过来，踮家嘛斗相共甲沙甲笋拆出来，避免佫发生二次事故。因为他早上前方是有设置爱心导护啦，只是当下没有办法，就是分身乏术这样。而到早起7点5，伫台中潭子复兴路一段，这个10岁细汉的查某囡仔当要去学校，就发生这个交通事故。救护车较紧甲查某囡仔送病院，好在伊敢若擦伤尔。附近的民众讲，这个所在是定发生车祸。上学的时间比较多，可能是家长都比较赶，对，他这样速度有可能骑比较快。那导护志工有看到姐姐，那有示意叫她等一下，但是因为姐姐急着要过马路，所以她就往前移动到下一个斑马线。学校讲会加强上下课的导护人力，来确保学生的安全。当来到意外的现场，这条路边有真侪店家，车流量是真大。头仔口虽然有设行船线，但是无交通号志，真侪车队才过去拢无减速。警方初步排除这肇事的姓罗的查某驾驶有啉酒驶车，不过伫依无让行人先行的部分，会依法甲罚。自单举发，处新台币72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致人受伤者，吊扣驾驶执照1年。警方呼吁驾驶人若经过无号志的行船线，嘛是爱放慢车速，注意状况。政府嘛会进行会勘，建议看敢需要补强号志也是警示，避免意外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安省对6月开始要甲考奥多拜驾照困难度有关，不过即马有风查出讲有一个违法集团专门咧替民众考这汽机车的驾照，甲考生的身份证、相片等资料改掉了后，对体检、笔试、路考全部拢包。就一个民众考古路改考不过，就开9万块找人代替伊考。即马一个考生含代替考试的人拢爱食官司。去监理站骑车考驾照，伫线并行，当店才阁骑，拢是考题之一。若毋着伤济红扣分，都无缘摕到驾照，后回才阁来考。我刚忘记打方向灯，然后脚不小心离地。他在笔试方面会有？我觉得还好诶。考汽机车的驾照，一般敢来当考家己。即马所标出有代考驾照的集团，为体检、笔试、术考，替考生规盘服务到底，一届收费1万多块。109年的11月，来代考之后，又在110年的1月，那后来我们的同仁，眼尖有发现，是同样一个人。提出执照登记书，物件内底相片的人甲资料写的名，并不是同一个人。原来一个姓温的查甫人，规个届路考拢考无过，开9万找称手。不法集团篡改伊身份证的相片，找人代考了后，成功摕到汽机车的驾照。一直到监理人员发现同一个人真接来考驾照，才发现有各样。经本院审酌被告3人所为，均影响户政机关对于身份查核的正确性及监理机关对驾驶执照核发之正确性。一审以户籍法，甲这个姓温的查甫人判2个月。不法集团的2个成员，一个判2个月，一个判3个月。因若姓齐的主谋是已经过身，伊无起诉处分。不过，这种的问题不时咧出现，监理单位的作业敢是有漏棚。我们在身份证的检核里面，是即使透过户役证的连线，不管它是不是补发或者是换领换发。公路局强调讲，已经要求当人加强身份的查核，嘛甲户政单位串联核对资料。面对交通的乱象，交通部按算要提悬考驾照的难度。万不离找人代考买当过关，相关的政策恐惊嘛无法度发挥作用。记者综合报道。
嘉义太保今下晡发生规模4.9个上浅层地震，对台中、彰化到台南拢会当感受到。虽然这地震无造成伤亡，但是有学者分析讲，引起这届地震的这个极冲断层和尾山断层，或者是嘉义前沿拢无直接的关系，这搭将有可能有暗藏断层伫咧下骹。八个商品因为地震海来海去，哪拢海甲落落来。家己自到下晡1:26发生地震，卖场的员工因为忽然间海甲遮大，但是惊一个，嘛较紧走去看火架的状况。上下的很恐怖啊，上下都这样。顿一个，顿一个啦，两个啦。新店县下骹海扫落来是正平倒平海，互想要入去卖场的民众骹步拢冻掉。这个地震的震央是伫嘉义的太保，规模4.9，深度干到14.5公里，算是极浅层的地震。嘉义、云林和彰化这部分中南部地区拢出现3级到4级的震度。台湾处于那个板块交界带，那在东部这边呢，它板块向西北方推挤，那这个应力呢会从东边转移到西边那边去，那造成西部有一些破碎带的情形发生。学者初判这摆地震是逆冲为主，但安尼就和走向以除扫为主的梅山断层无关系，嘛和家己的前沿构造无关系，就是讲这个区域有可能有也唔知影的盲断层。如果我们选择是一个往东倾的一个机制节的话呢，这个地震它的延伸出来的断层破裂应该要到这个位置，也就是在外海的一个位置哦。所以呢，目前的一个初步判断来讲的话呢，它跟这个所谓的嘉义前缘构造呢，应该是没有太直接的一个关系。因为伫1月才传出台积电有可能伫咧嘉义太保的嘉义科学园区来设厂，学者嘛警告业者应该注意这个地区的地动活动度，做好完善规划来因应未来地动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检调侦办光电弊案，29早起传台南市长黄伟哲以证人的身份出庭。根据了解，可能是和台南这个某一间光电公司的开发案有牵连。也因为检警追查落，发现讲这台南市前经发局长陈凯玲的乌西案件，也发现讲伊有介入这光电开发案，才发现到某一间光电公司涉嫌用非法的方式摕到土地。谢谢各位的关心。那我们到台南地检署以证人的身份来应讯。台南市长黄伟哲去互台南地检署传唤，经过2点5钟的讯问了后，真假条离开。黄伟哲主动出面说明，甲检方拢强调讲是以证人的身份出庭。根据了解，检方早起若像照提约伫收押当中的前台南经发局长陈凯玲，甲黄伟哲当面对质，比对证词，以证人身份传唤台南市长黄伟哲至本署讯问，以进一步厘清相关案情。严守侦查不公开，我总不能希望说接受访问之后就接着下来以泄密罪被办。检调侦办陈凯玲涉嫌乌洗案件，发现伊有介入光电的弊案。调查了后，发现有一间真出名的光电公司，开发的面积要到300公顷，伫台南7股设置5个光电案场，涉嫌伫为土地、买土地，也有土地使用甲申请执照的过程当中有涉及不法。他会跟其他业者索贿，自然而然，光电在他手上通过几百个案件，怎么可能没有？那我相信司法会给全体的国人一个真相，那不要用这种妄自揣测的方向来伤害地方。7股光电案的争议未少，还佫去地方指控讲，用小自家的模式，把土地分割做每一笔2公顷以下，向台南市提出地目变更的申请，来闪过2公顷以上爱中央审查的规范，嘛地主农地面积互分割甲懒懒散散。我可以用很多方式去分割土地，分割完之后呢，然后我找 A 业者做这 A 案，B 业者做 B 案，C 业者做 C 案，然后 A 业者找了1号人头地主，然后 B 业者找2号人头地主，但是我背后整体是一间公司。检调追查光电的弊案，连市长嘛去做证人。后续侦办的方向是保密到底，不过强调讲会持续搜证甲调查，一切拢以调查到的证据来认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快艇并船造成2名中国渔民死亡，双方今仔日搁伫咧金门召开第10和第11届的闭门协商，有关时标共识。海巡署认定这是正单纯的执法个案，无规划书面道歉。另外，中国国台办昨是批评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也拿咱的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也特别出声，甲关碧玲相挺，讲全力支持海巡执法，强调会提供受难者人道支援。
副主任是不是同意这个公开道歉改成这个书面致歉呢？面对镜头无讲话，中国人员真正家己回其实，中国快艇秉承安两死相关金下水和金牛局势，双方日到伫金门，早起下昼固定开第10甲第11班的闭门协商，因为双方离开的时拢面色沉重。这过程不顺利吗？海巡署副署长柯正基对敢是出于强势签署递签文件、呼为金顶拢无回答。海巡署也强调，这是单纯执法个案，无开会书面道歉。尤其各台湾里被党委批评海委会主委关佩玲，行政由陈建庭也发声小停。我要特别感谢我们海委会管主委的这个辛劳，他带领了整个海巡署做很多的沟通协调那我想最近呢，他也受到了一些的委屈了。那本署是完全是依法来执行职务，依照目前客观的我们的调查的客观证据显示，并没有同仁的疏失责任，所以目前我们没有书面道歉的这个规划。陈建庭要求法务部加速将办理清责任，面对人质作战，爱就事论事，佮提供受难者人道抚慰。另外，海基会伫事发第一时间就发函予海协会，也毋过互人依托不回，又还是派人去金门提供家属协助，包括本署验证关怀照顾。这起不幸的事件本会向家属表达慰问跟关怀，在他们停留期间，也随时关注提供必要的协助。针对秉总案还未结束，国民党副主席郝立言带团访问中国。国民党正式郝立言29暗会甲国台办主任宋涛伫上海会面，外界预期双方会洽到金厦海峡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月初7，高雄大寮一间工厂改向互人偷放火，这警方昨要去抓涉嫌叫人放火姓李的查甫人，想袂到呢，这个查甫人竟然要塞车弄警察，警察最后是开11枪，伫个三林区抓到人。礼拜下晡，警方来到高雄的三林区，要拘提一个涉嫌叫人放火姓李查甫人。不过，伊企图塞车弄警察，警方连开8枪了后，也是互嫌犯走去。手拢转起来哦，手拢杠头顶。我的手会破。经过警方的追查，嫌犯当日暗时也搁美伫三林区，要去抓人时因唔配合，搁拍算塞车逃走。警方对空中开2枪，为连那射1枪。姓李的查甫人弄到路边的护栏受伤，互人逮捕，嘛甲伊送医治疗。在情况急迫下，对犯嫌驾驶车辆射击8枪，仍遭趁虚逃逸。这个案件是林园分局跨区侦办，因为这个月初7，大寮区一搭工厂疑似互人放火，敢是画面会当看到迄间半暝2点多，工厂熊熊闪光了后就起火啊，电火条甲火车拢全部烧掉。受害业者事后清理现场，发现有干那汽油弹的物件。跟我们说那个就是疑似汽油弹，不能说真的是汽油弹，因为没有检验嘛。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后来看监视器就是确定就是有人点燃疑似汽油弹，然后丢进来的。受害业者是电火条的包商，初步估计，互烧掉的大货车甲40外支电火条，损失超过300万。因讲因无熟悉对方，嘛无清楚是安怎会互人放火。警方表示，有小耍抓到2个嫌犯，有承认收人1万块去放火。若再去人做歹的嫌犯，疑似就是姓李的查甫人。不过，伊互人逮捕了后，一直否认家己有犯案。目前案情，警方也搁咧厘清。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三重埔福良路一个建案工地施工，杀害隔壁大楼柜的起气。即马相关单位检测了后，确定安全居民已经会当登去厝内面。不过有住户就表示讲，登到厝内面看到这灰仔砖落落去啊，而且这壁也拢必顺，就骂讲这是要安怎住咧？市长侯友宜表示，一定会协助受害户甲建商讨赔偿。一个火仔大包小包将物件搬转去大个所在。新北市三重埔这个建案施工，造成隔壁2栋厝厝气。代志发生3天了后，第29早起总算应转去。会不会这个有点担心呢？会。好，家里的状况也好。应该还好，我们昨天有看过。那袂惊，迄厝歹，我那袂惊。住户检查厝的状况，地面的泰路必开，便所壁明显破一地，甚至连便所门即马拢无法度关起来。后备少人是心惊惊，各部分住户因为徛过新过厝，只好先搬物件转去，也是决定继续住旅馆。就是整个倾斜的很明显，我们今天只是回来整理行李，但还是会住在饭店。我们只希望政府就是能够提出类似证明，说我们的房子真的是影响非常的小，
不会影响到单价。虽然灾情发生了后，新邦土木技术工会继续检测鉴定，经过各方鉴定，认定厝是安全，厝的情形拢伫法定的标准内。不过部分住户依然对居住安全有疑虑，也人讲到就惊未来厝价会对咧受影响。整个监控的趋势当然就是持续的稳定，而且所谓的稳定就是说没有在异常的状态发生。那就房屋的一个倾斜率这个房屋其实都是在可以使用的范围之内。我们的法住局会有单一窗口，针对我们受损的隔壁的这些住户们，有专人专责来给予协助，对厂商来追究赔偿责任以及法律相关的责任。专案影响的范围，根据新北消防局统计，总共28户86人。目前建商有成户住户，每一户2万。新北市府按算至到暗时，各找住户来开会，协助后续赔偿甲相关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台南永康拱形宫传承100年的打饼仪式，这是地方真重要的民俗活动。只要旧年厝内面有婴仔出世，厝内面的人就会打水饼，宽囡仔的衫裤来庙里刻下姓名。今年总共有19户来遮答谢，也甲这个饼送予大家食平安添岁寿。囡仔爸母一透早打饼头，兼穿一套囡仔全新的衫裤鞋仔来感谢众神的庇佑。台南永康拱形宫每当旧历正月20办打水饼活动，上团过去村民为着要祈求厝内当添丁，大家烧招来向众神祈愿，落尾则去请戏谢神兼打饼分送。比方讲，即阵来参加打饼的，拢是旧年厝内有红儿仔的家庭，伊嘛搁分送予有参加福分的民众，甲祈乐食平安添岁寿。打饼生孙啊吼，囡仔安尼欢喜心来分享，大家老岁人食一滴滴。先生的老家在这边，所以百年传统大家都会参加。第一胎有过来。这样祈求什么物件？小朋友平安健康长大。福分饼就是你有福分就有这个饼，另外老大饼就是恁兜60岁以上的查甫人都有这份饼安尼。今年计共有19户抱囡仔来庙埕打饼分享喜气，庙方嘛准备7星平安桥，让大家通完成光彩，平安顺遂。另外有台语老师家己写词谱曲来绍介打饼的文化。陈凤静老师认为，用旋律传唱是传承上改进的方式。现场嘛，请侪人来体验念台语诗的心声。第一届念迄个打饼的念谣，好我搁念了足顺，念了的时阵又有赏。甲这个我细汉的记忆吼，安尼一首一下写来，所以我写阮头前这个苦管溪，这叫做台南母亲之河。过安尼，我想咧答谢爸母，所以我有一个爸母阮，我是讲用歌谣来咧唱团安尼，拢台语诗。打饼文化有上百档历史，已经红列做市定名俗。因为打水饼敢若开放予男性参加，不过即摆社会已经是男女平权，佮加上少子化真严重，所以不管是查甫查某，拢会使参加。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搁在5个月2024年巴黎奥运就要开幕啊！这巴黎奥运的选手村今嘛对外公开，讲是为着这环保减碳房间内面，敢若装电风尔，无倒冷气。就一寡国家开始伫咧烦恼，讲办不伊巴黎亲像旧年热天共款，有42度的高温，这选手哪挡会掉咧？巴黎奥运选手村进入收尾阶段，目前选手村已经开始放家具，包括房间内设置单人床，客厅有碰椅，浴缸内底也有水槽，特别是为了减碳，选手村内只有地方性，无装空调。We oriented the facades so that they wouldn't get too much sun during the summer, and the insulation is really efficient. We also are providing naturally cool water that we're getting from underground to cool the air of these apartments. So you will not need air conditioning in the summer here. 比赛期间，选手村会接待超过2万名的运动员。巴黎奥委会估计，相关减碳设计会让这届奥会的碳排放量比前几届奥会减少1半以上。不过部分国家有烦恼，今年热天欧洲一直新烧热，巴黎气温更较是要超过摄氏42度，无空调选手恐惊的是热甲冻袂掉。包括希腊甲澳洲等国在内的代表团已经表示，会家己早移动式空调甲电风扇进驻选手村。
即马离2028巴黎奥运开幕只剩5个月过，伫这个时阵所传出奥运维安计划技术外泄，因为巴黎市政厅一名工程师摆伊坐火车时，将牌仔放伫行李架顶，互人顺手摕走。法国媒体记登港报道，牌仔内底会必定加 USB 技术，准仿即摆奥运的维安计划。I can't confirm this information. It was revealed yesterday evening by the media, but no confirmation from Paris City Hall. I prefer to wait to see if this information is confirmed before making a comment. 这个案件引起真大的关注，因为若维安计划真正外泄，落伫不肖分子的手中，后果真歹有了。巴黎市政厅伫2月澄清，这名工程师的业务甲维安无关，市政已经做好治安维护。检调单位指出，碰见的 USB 只有巴黎道路交通的资料，内容并无敏感。暗示维安计划外泄只是虚惊一场。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漫威超级英雄电影《更替人》飞伫咧半空中，是真侪观众爱看场面。这喷射飞行装备的发明人布朗宁，也甲这个梦想变做是真的。伊找真侪民众伫咧杜拜举办全世界头一届的更替人喷射装的飞行比赛。穿高科技的喷射牌仔，高上芳心装伫手骨，就会当像更替人共款伫空中飞。8名飞行员预备参加伫杜拜港口举办的全球头一摆喷射装飞行赛，因闪避各种障碍伫空中飞过。This is going to consist of bringing together a bunch of guys and girls, including a UAE pilot, who are going to push the limits of human and machine technology using our 1,500 horsepower jet suits, flying around an obstacle course over water to really deliver a spectacle that is more akin to a Marvel superhero film than it is anything seen before. 发明人布朗尼伫2017年成功研发了个人的喷射飞行装，成功对抗地心引力。随后，高设立动力工业公司，这套喷射装无俗，一套爱34万英镑，大约1380万台票。伫一直验证伊的真快使用成了后，有1500匹马力，目前会当以每点钟129公里的速度飞过大多数的地形。I'm also the only female pilot in here today, so I'm representing for all the women out there. Hopefully we're going to get a load more joining me in the future. I wanted to see it in real life, so I travelled from the UK with my family. And we're just super stoked to be here and watch, the race. It's unbelievable. 这套喷射飞行装重量大约27公斤，装载5座芳心喷射引擎，会当使用柴油也是生物喷气燃料飞行。那这摆比赛使用的是甲空中巴士的300加波音777客机同款的燃料。布朗尼讲，想要像这套服装伫空中飞行，无需要许可证，利用人类天生的平衡感，佮加上大5分钟的培训课程就会当。那布朗尼也捌伫2020年甲医疗救援队合作演练，以喷射飞行装帮助救援人员更较紧到山区。另外，也捌参与军事演习，模拟用飞行装登上敌军军舰的情况。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中美洲的洪都拉斯拜三发生公车烧弄意外，造成上无有17个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也若伫咧印度中部有一大呢，这个乌铁的矿场，唔知虾米款的原因，向放落来有4个人死亡。救援人员为公车的窗门爬入去，甲掉伫内底民众救出来抢救。这个事件发生伫洪都拉斯西部的山区，迄当阵一只较大只的巴士，甲一批移民送去西部瓜地马拉的边界了后，空车要转去的时阵，甲对向一只载满人客小只巴士烧弄，造成严重的伤亡。Es lamentable que tantas personas hayan fallecido en este momento y falta todavía el desenlace final que están las personas que están en los centros hospitalarios. 当地媒体指出，所有罹难者拢是洪都拉斯的居民。目前起诉的驾驶已经去互抓起来，警方当地理清事故的原因。洪都拉斯总统伫代志发生了后，嘛随伫 X 平台对死者表达哀悼，答应会互罹难者的家属上大协助。镜头来看印度中部，这个铁矿场伫拜三的时阵向放弃，大量的岩石落来。迄当阵现场有14个工人，救援人员赶紧甲待伫土地的工人救出来。不过，也是有4个工人不幸过往，有2个承包商受伤。डीसी के स्क्रीनिंग प्लांट 3 में रिटेनिंग वाल का निर्माण कार्य चल रहा था। इसी दौरान जहां पर मजदूर काम कर रहे थे, पास के ही चट्टान और मिट्टी अचानक से गिर गया, जिसमें 4 मजदूरों की मृत्यु हो गई और 1 को चोट आई है।警方指出，迄
迄当阵工人当伫无用做厂区的扩建，启动土墙，想袂到挖矿的作业根本就还袂开始，就发生这个事故。现任业者讲，矿场放弃的意外无法度预测，会详细调查事故的原因。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届新的经济预测数据，根据着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来讲是3.43%，比这个11月底所预测的3.35%增加0.08百分点。不过消费者物价指数呢，这只外口的费用抑个储税一直拢真悬，预估今年会调悬到1.85%。丰富的海产食材、大底牛肉，也有各种中西日式好食的料理会当选择。这是真受民众喜欢的汉来海港城自助餐厅，营养国际关护了公司化起，专来7间分店3月7日起餐费起30至100块。就是有一些进口的食材原料啊，人力成本整个都还是把整个经营成本垫高嘛。也有有名代谢牛排连锁店顺东宝，也伫官方公告摆餐下起10至30块，对出业者解释，下起价是因为增加2种副餐，互民众食较饱，部分无经营餐点的门市会维持原价。部分的店家新增加了肉饭以及那个咖喱牛肉饭无限供应吃到饱，主要是反映这一块。外口食愈来愈贵，日子真正真歹过。主计总处预测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PPI 起1.85%，比顶摆预测上修0.21个百分点。国际的石油价格下跌，到原物料也趋缓，但是在我们国内外资会的最近来一直都涨幅都在4%左右，房租业大概成长在2%左右，这个1.85并没有包括电价。主计总处也进一步上修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到3.43%，比11月底预测3.35%，上修0.08个百分点，是我3年上好的表现。AI、高性能运算及车用电子等新兴科技应用商机持续的扩展，预测今年商品的一个出口啊，会到达4590亿美元。在库存去化之下，那至少我们的这个出口的状况比起过去来，应该会相对的比较好一点。好，那应该不至于变得更差。不过学者也提醒 ，AI 虽然带动国内电脑主机、AI 电脑定价可以增加，不过这种的情形伫1月份外销订单也只增加1.9%，代表其他产业出口状况也毋是遐尔乐观。虽然美国的经济渐渐好起来，不过欧洲其他国家经济依然在衰退。日本中国状况也无伤好，所以伫出口外需环境短时间内无遐尔明朗乐观的情况之下，依然爱心心看待。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家饼店卢振兴也开来到台北，不过业者是对外公告讲，这台北101的专柜今仔日是最后一天，理由是租约到期啊。不过根据着这观光署的统计，来到台湾的国际旅客是减少真多，已经进前108年来台湾的外国人数是1184万人次，去年底只剩648万人次尔。学者是认为讲，这国际观光客减少，陪伴手礼的店家会愈来愈歹生存。潘公公的碰饼是真侪外国旅客来台湾一定会买盘手，不过业者所向宣布讲，台北101专柜敢若开到2月29，虽然理由是店租合约到期，不过去观光客较接期的台北西门町，外国旅客是袂少，想要买物件大部分是食食或者是糕仔饼。会看一下哪里有，我们就去买。凤梨酥啦，还有太阳饼啊。亲像往来所等等真出名的台湾特产，是真受外国旅客欢迎。不过西门町的番仔讲，即卖外国旅客来买已经无遐济，凊彩顾看无要买。现在日本客也没有了，韩国也不会买我们的东西。像东南亚那么亚热带的，他们宁可冻死，他们也不买。花莲的好山好水，真侪外国旅客拢真爱来，会搭国际邮轮来佚佗。花莲港的这个旅客会越来越多，那依估我们今年的整个邮轮的产值大概会有156万美金。不过，根据观光署的统计，疫情进前108年，迄当阵来台湾的外国旅客有1184万人次，中国甲日本拢超过200万人次，港澳是175万人次。不过疫情了后，去年来台湾的旅客总数敢若剩648万人次，中国旅客敢若22万人次，日本嘛降到92万人次，港澳是无到120万人次。
中国的旅客大量减少，大概只有疫情前的8%而已。那日本旅客也是只有43%，那增加比较多是香港客人跟东南亚客人。疫情了后，观光的商机渐渐恢复，不过成本嘛加悬。根据品保协会公布的资料，今年第二季各线旅行团的价格拢起，东南亚比去年同期起10%至15%，韩国起15%，美加起10%至20%，纽澳起8%。想要进行观光，政府唔但爱吸引国际旅客，嘛爱刺激国内观光，才会当提悬瑞士的经济甲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上届新的病院评鉴已经公布了，对3月初开始，伫台北的主治病院、祥和病院，还有台大新德分院，拢会升做医学中心。这也表示讲，专精制度、医疗技术等等，拢有更加进步。不过，这也代表日后的挂号费要加纳180块，急诊也会起350块。原本4年一摆的病院评鉴，因为疫情影响，拖到今年才公布。其中台北区的主治甲祥和，还有北区台大新德分院，拢伫3月初1开始升做医学中心。期待监医、亚太护医、土城病院、台大监医中心分院是被动为地区病院升格做区域病院，唯一为区域病院降级做地区病院是台南新楼麻豆病院。就新楼医院来讲的话，它如果变成地区医院，当然它的部分负担会降低嘛，在地的民众就医这个是有帮忙的，而且新楼它也承诺说它的医疗各方面的设施啊，跟这个专科人力啊都不会有任何的缩减。虽然对民众来讲，部分病院升做医学中心，或者是升级区域病院了后，包含转诊制度、就医技术等信赖度拢会提悬。啊，不过市地啊也求水，因为升定了后，门诊费起160到180，急诊调整是加起250或者是350。生病的人又不是愿意自己生病的，所以这种应该不能调涨，薪水跟不上涨价的速度，小兵就诊所看一看就好。评鉴就是表示说，他就有到达这样的标准了，而不是说评鉴那时候有那个标准而已，而是能够继续maintain啊，继续维持下去，这要花的人力物力其实是辛苦的。啊，不过台湾社区病医协会也提醒，在健保总额的控制之下，分级医疗各地无法度落实，严重扼杀地区病院的生存空间。即马地区病院家属已经为健保开办的时阵超过600间，甲即马差不多只剩一半，有的甚至转做诊所或者是结束营业。若个风景恶化，地区病院更加落车，会严重影响偏乡民众就医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公司台记台头一出时代剧盐水大饭店今仔日举行首映记者会，这出是以EP列岛事件做背景，改编自前农委会副主委戴锦尧的少年时代和一群好朋友积极追求民主改革故事。那电视通好收看，民众也是会当伫咧 Netflix 也有公司 Plus 会当看到。文化部长苏德也肯定这出戏，讲伊是把历史变作是影视化的成果。欢迎来到盐水大饭店。这是饭，加一寡盐水。因咧甲你用的时阵，你一定要想上水的物件，上幸福的代志。电视剧《盐水大饭店》剧名讲的，毋是真正的大饭店，是在讲以前坐港的人敢会当食饭叫盐水。这是公司台语台第一出时代剧，以美丽岛事件做背景，改编自前农委会副主委戴锦尧少年时代和一群好朋友积极追求民主改革的故事。两位共同导演表示，因毋若做电影调查，嘛真讲究台语和多语言的呈现，毋望互观众看到上好的作品。唔敢讲指标啦，但是我想咱是会当建立一个真高品质啊，表演好啊，技术的部门拢真好。这部戏反正有我在，一定会呈现语言的多元。这部戏里面除了台语以外，还有华语，当然少不了哈嘎发啊，就大家看的时候可以看看，欢迎大家来看。
公司台语台做这出电视剧《盐水大饭店》，毋望甲台语推向主流化，为着要互愈侪人看到有一个台语作品，这出戏卖伫 Netflix 平台和公司 Plus 放送。文化部长苏天嘛肯定历史的影视化，希望各大电视台拢会当一步一步走向深度的内容制作，拍开台湾影视产业的国际合作。长期咱拢希望讲台湾历史能够戏剧化，文本能够影视化，这个是很好的代表。最重要是台语能够主流化。盐水大饭店这出电视剧自3月初3暗时8点开始，会伫咧台语台第14台放送，希望会当互大家来了解台湾的历史，看迄段民主运动上兴的年代，迄当时上可惜的目屎和上甜的美梦。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盐水大饭店这出戏是改编前农委会副主委戴金尧少年时阵的故事，伊一世人为着农民争取权益，亲像老农津贴条例、农企子女奖助学金等等，拢是伊用过做立委时阵的政绩，改善真侪农渔民家庭的生活。退休了后，戴金尧是转去高雄种田，不过伊有关挂心农田水利组织的改革，伊就向蔡总统来提出建议。2017年甘正过身，食到70岁，会当讲是规世人拢是农业的运动者。台湾建立啊富裕，不是蒋介石个人一个功劳，是整个台湾2000万人民共同拍起来。1990年，农民立委戴金尧用台语质询当时的行政院长霍碧春，伊是国会头一个用台语质询的立委。戴金尧一生为农民争取权益，亲像劳动津贴条例、农渔子女奖助学金等等，拢是伊用过做立委的时提案通过的。伊的后生戴乃成自细汉就看老爸出入为农民走总。这三个根本去鬼掠去啊！你搁要来搞吞大，搁搞糟蹋，吼！而且你唔是对我是种现代的政权是。对我来就是压迫的政权，当然人民一定是反弹嘛。戴金尧是高雄桥仔头人，厝内拢总是少年的时，就对民主改革、台湾独立这挂政治运动真有热情。32岁，因为参与美丽岛事件坐监3冬，出狱了后，伫伊的农地创立农民教室，教农民安怎抗争，嘛将做民进党创党的党员，然后伫1989年当选立委为农民发声，尾仔嘛转到农委会副主委。吼，种老农年金啦、农民保险啦、吼水租啦、吼肥料价格啦、水利费吼改制啦，这差不多拢伊的政见。以台湾来讲，对农民贡献上介大的人，应该就是戴金尧。2017年，为着要感谢戴金尧一世人为台湾所做的贡献，所以蔡总统颁3顶景星勋章表扬伊。不过，伊有关关心农田水利会组织的改革，向蔡总统提出建议。今年11月，戴金尧甘正过身，才到70岁，会使讲伊一世人拢是农业运动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纪录片走出唐德奖的导演家制作团队，伫2礼拜暗时专工去到嘉义市的独立册店分享这出纪录片，也小解这本册。导演讲，这出纪录片有真实生活甲历史人物的连结。走出唐德奖这本册补充真侪纪录片无都翕出来物件，希望透过这纪录片甲册内面的内容，互民众了解到唐德奖一生。导演放上纪录片的预告，互大家看，分享拍这出纪录片的过程。导演讲，纪录片看煞过来看册，会当搁较入捌1907年到1947年这段台湾的历史。有很多的史料的搜寻，或者是说还有很多的没有办法在影片中做很完整的陈述，然后我们就因此想说，那可能需要有一本台湾人观点的书，然后把这些东西、这些资料留下来。我知道有这个公园，还知道这条路，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听过他的故事这样子。然后回去之后，我就搜寻了就是有关汤德章的资料，就发现有这个电影，就是这个要上映，对，所以我才来想，就很有兴趣，才来参加。2月28 77周年暗时，走出唐德奖的制作团队，伫嘉义市的独立册店举办分享会。导演讲2月8是一个震动的议题，不过这出影片是用无同的角度来讲故事。唐德奖的孙啊，本来想讲伊这个唐德奖，那像是甲2月8，敢若甲2月8有关系，但是伊看这个影片了，伊讲，这个影片甲伊想象中的无啥共，这个片子竟然很明亮，这是他观影后的感觉。独立册店台湾图书室表示，透过导演的分享，才知影捌做过精彩唐德奖甲家己真侪所在、真侪人拢有连结。未来嘛会争取这出纪录片来遮放送，
希望更较侪人知影唐丽江的一生。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今仔日早起天气真好，不过暗头开始就变天啊，因为有锋面经过，加上这强烈的大陆冷气团要来，小连续影响到台湾，天气变化真大，温度是落真紧。不过到礼拜时阵又搁要透南风，天气开始变烧热，到后礼拜二咧，南部地区有机会出现30度以上。台北市拜四中昼天气稳定，但是气象署表示，暗头开始就风面会通过台湾开始变天。拜五、拜六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全台就会变成各湿各淡凉冷的天气形态。气象署提醒，拜四下暗全台温度拢会快速下降，较暗转厝的民众爱穿好少。在中国华南这一带已经有比较明显的云系在发展，预计到了下半天，这些云系就会逐渐的接近台湾，因此预期在今天下半天天气就会开始变化。明天、后天2天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气温跟今天相比，整体都会相差非常多。在冷空气影响最明显的时候，中部以北低温可能只有到10到12度。这几天天气变化是真大，中央气象署表示，礼拜日了后会开始透南风，天气渐渐回温。后礼拜二会是上温暖的时阵。高温通伫30度左右，南部甚至伫30度以上。不过气象署提醒，较高的衫裤要唔通收，因为3月初6后礼拜3阁有冷空气。到了礼拜2，整个各地的高温几乎都有机会回到接近30度，甚至30度以上。因此在这段期间，温度的变化真的相当的大哦，等于是在短短几天内会历经了几乎是春夏秋冬的感觉。气象署提醒，这几天天气变化大，民众要注意上新的天气预报资料，随时调整清查。另外，拜五、拜六受华南分河区影响，全台拢有可能落雨，加上低温，这2天中部以北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可能会落雪，车路也有可能结冻。为想要去山顶等雪的民众就要注意。记者郭美霞、桂林台北报道。高雄凤山中义里最近有真侪里面因的皮肤红肿，阁会痒，甚至是上家爱去互医生看，是因为社区的公园内面出现上清洁的刺毛仔虫，甚至阁会缩入去厝内面。李长讲，今年因为是暖冬无落雨影响，这刺毛仔虫才会生甲遐尼高，公所也会继续出药啊防治。公园内面有几若只黄色、阁有毛的刺毛虫，若是我医手间摸到刺毛，皮肤可能会肿肿痒痒。这是小白蚊毒液的幼虫，也有人叫伊刺毛狗虫。最近有上千只出现伫凤山中义里，里面拢真惊吓，因为伊的刺毛有毒，就里面皮肤是上家爱去看医生，甚至有空喙，这也影响附近10几户的住户。安尼清吼，差不多每天拢有差不多100只啦。遮著迄个夹一下嘛，迄落落来无？无遮无一点。甚至呢，嘛爬起你到因的二楼，啊2楼你若放窗若无关的人的哦，甚至缩入去因的房间内。李长讲，这种刺毛狗虫逐年都会出现，不过今年数量特别多，可能是因为暖冬阁无落雨。因为去年底就发现到冬有上千只，是上侪一届。凤山区的副区长表示，这种虫主要会吸树仔汁、食叶仔，伫逐年2月到5月会生炭。比较容易大发吼，大爆发，就是伫咱这个2月吼到5月这个中间。啊，所以因为可能是中义里活动中心附近遐树种的关系，吼，所以小白蚊都有作用于伫遐产生。凤山区公所接到通报，27已经请厂商来转药啊，虫的数量较降，按算后礼拜搁爱转第2道。农业局也会请专家进行树仔的防治，以免刺毛虫搁探到其他的所在。记者钟义辉、邱昭阳高雄报道。今年的春天，就是这奶枝草青菇啊过冬了后，要开始生卵的时阵咯。这种草青菇啊，主要避伫咧奶枝树甲龙眼树。彰化县山脚路这带是奶枝甲龙眼重要的产区，这农民也加强巡视甲防治，避免这草青菇啊栽前搁再夹起来。农民上细伫高园巡视，就是要找专门会避伫奶枝树甲龙眼树的草青菇啊。华语咧讲的地质春香。当年春天，就是这种草青菇啊被生炭的时阵。真好炭，伊一皮14粒，你若愈出，可要这个人若放14粒伫遮吼，出来爱卖飞咧吼，会加这会花果，会甲输加花果。啊，咱人惊伊的肉，伊无喙袂共加，
所以会惊尿滴落，滴尿酸甲咱盐酸共款盐酸滴咧，滴落会碰下。外来种的草青菇啊，2009年出现伫高雄，2019年传到全台湾。毋若出现伫果树，就连路树也拢有草青菇的影子。为着消灭草青菇啊，农业部为2019年开始执行全国整合防治计划，为即马开始到3月初7，是中部地区的共同化学防治期。咱是希望讲化学药剂喷施啊，得喷啊，会使做到一个讲，大家拢同齐去摕到药啊，同齐伫这个阶段做阵去喷安尼。旧年嘛是免费送农民这种药啊，安尼去做防治，所以就达到讲有史以来防治的这个状况是上好的一年。中华管政府表示，这几年草青菇疫情已经有控制掉，但是春天是草青菇过冬线开始进行的时阵，呼吁农民爱加强高远的自主管理，做好防治工作。假使发现大量的草青菇爱赶紧通报相关单位，避免疫情搁压起来。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今年一摆客家田传营29早起呢，伫咧新德德东举办到一个采集活动，现场佫有对1965年就开始举办到今超过57年历史的台湾客家山歌比赛，已经变作是德东上重要活动之一咯。穿客家传统服装，拿射鸡，拿跳舞，个人打扮成做事人牵牛，代表客家族群勤俭打拼的个性。嘛有学校老师特别带学生来参加活动。好玩，怎样好玩？大家都扮得很有趣。炒鱿鱼，对，客家小炒，对，然后我们运用了很多像这个有汤圆。对，那用了很多的那个客家美食当做我们这一次的主题的发想。我们也特别用环保的一些回收物，包括保丽龙啊，还有纸箱，来做一条祥荣献瑞。旧历正月20是客家天穿日，又搁号做补天节。第一天，传统客家人拢会放下手边的工课，透过庆典来祈求以来风调雨顺。新德县德东地区每年拢会举办热烈的活动。所谓的女娲补天，就是这一天，如果男孩子拿锄头，那个地面的水全部会流光光；女孩子拿针，来刺绣，这天空会破洞。所以这个时候就男孩子不工作，女孩子也不工作，一起来听唱山歌，唱山歌。客家人平常勤俭，但伫休困，天穿日这天大家拢无做事，后来才有天穿日唱山歌的风俗。过年嘛会过到正月20的天穿日，才算年节结束。记者对群和新竹报道。高雄画舞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推出全台湾头一个交响乐团，连续演奏24点钟的活动。今年是贝多芬系列，除了演奏贝多芬正出名的9条交响曲以外，也佫以创作唯一的歌剧作品。这届活动邀请国内外350位音乐家做伙来挑战24点钟的演奏。互人合作乐声的贝多芬，毋但创作侪交响乐甲钢琴的演奏曲，这条费德里奥第16条中曲，也是伊唯一歌剧作品。画舞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是全台头一个举办24点钟音乐马拉松的活动。今年第3年的主题是贝多芬，毋但为听众演奏贝多芬创作9条交响曲，搁伫演出真正的用音乐会形式来演奏贝多芬唯一的歌剧作品。这个24个小时都要呈现给大家。我们有大型的交响乐，我们也有少数人的室内乐，那另外还有独奏的曲子。我们在这场音乐会要演出贝多芬的歌剧《费代里欧》，那这一出歌剧也是贝多芬唯一一个完成的这个歌剧。这届拢总有350位音乐家做伙演出，拄好今年是第9号交响曲200周年，为着要互听众更较熟悉贝多芬，现场有一个装置叫做 AI 贝多芬，民众会使问伊有关贝多芬的任何代志，包括一寡日常生活的问题。哪一出是你最喜欢的呢？第9号交响曲最让我惊艳，
所以 AI 贝多芬可以为你介绍他所有的交响曲。里面我们包含了生物辨识技术，包含了 OpenAI 的这一些智慧。这摆音乐节目是以管弦乐为主体，3月初1到初3都有演出，有买票票的民众嘛会使住伫维武亚内面一暝，连续24点钟来享受贝多芬音乐。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讲到即马 AI 技术发展甲真快速，这 AI 也变作是目前上界称的话题之一。主讲相关科系也是真侪理组学生想要读的科系。不过清华大学即马有推出课程，甲 AI 结合人文，互文组的学生也会当正做 AI 开发的重要成员。甲无经过标点符号长句的古文交互 ChatGPT， 就通利用生成式 AI 长句好势，人工智慧的开发应用愈来愈多元，嘛无应该只是理工科学生学习的专业。清华大学嘛帮文组学生开发相关的课程，学生是真有兴趣。我原本就是想说，在 AI 来冲击我之前，我应该要去主动的影响它。透过这堂课，我就发现到说，现在 AI 的模型其实相比英文，在中文的成熟度上面还是不太够，所以我就想说，我可以用中文系这个对语言学的了解，去融合它的一个叫自然语言处理的支线。吴定期望讲，利用中文系的专业协助 AI 开发，让中文的语言处理更加自然。清华大学去年就针对人文社科系开设 AI 工作坊，这学期搁再开5门课，要培养文组学生也加做 AI 开发的重要人物。那现在就慢慢越来越多这种陪伴老人的机器人。那这些机器人呢，它需要应用 AI 来去有这种感情上的情感上与人互动的这种可能性。人文社会、人类学或者语言学就变成很重要。清华大学指出，学校要使用 AI 辅助教学，针对学生提供的答案，或者提出问题来辩论，刺激学生的思考，和 AI 加做辅助工具，协助新世代的学习甲创新。记者郭谢桂林台北报道。最近天气侪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吉兰到新竹对11度到13度，苗栗到云林对11度到17度，嘉义到屏东对15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3度到2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7度到18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今日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